好，咁嚟到第四題啦。咁啊，第四題見到 factorization 計數機又係方文01啦。咁啊16，小心呢個負8，跟住呢個1，出到嚟撳翻個份數1/4。咁啊，即係第一答案就係4R 減1。撳多一下，咦，佢一模一樣喎。咁啊，即係二次方。好 A 就咁啦。咁啊 B 就麻煩少少嘅，咁啊抄翻先啦。好，前邊呢嚿咁啊抄翻低，後邊呢嚿同上邊一樣嘅，爭個負號啫，抽個負號出嚟，咁啊抄翻右邊嗰嚿嘢。好，第一步。第二步啦，哇，好熟口面，呢個係一嚿嘢嘅二次，再減一嚿嘢嘅二次。咁我哋呢一條式啦，我用另一隻筆喺上面寫低先。一嚿嘢嘅二次減一嚿嘢嘅二次，就呢一條式。另一條嘅恒等式 A 二次減 B 二次。咁啊睇翻咯，呢嚿係 A， 第二嚿會係 B 啊。咁啊寫翻咯，第一嚿減翻第二嚿。然之後第一嚿加翻第二嚿，好括翻住佢兩個括，好執翻靚少少啦。呢度就係4R 減 S 減4R 加1，小心呢個加1。好，第二個係5R 減 S 加4R， 呢個就減咗啦，加嗰邊就唔使理佢啦。好，跟住執埋一齊，呢兩個減完就係 R 減 S 加1。嗰邊就5R 加4R， 就係9個R 減 S 減1，好，就係咁。